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阁增加2位武汉肺炎感染者，一位是一前治病患者的家属，一位是对荷兰返来台湾人，台湾目前有47个。徛名买喙安制度2.0，一礼拜4会先来试验，未来民众会当伫网络注文去便利超商领喙安。意大利疫情未收线，总理下令全国封城，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留伫遐的台湾人大约450个，外交部等来指责。在今仔日国内阁增加2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咯，其中一个是厝里有人感染，后来在家隔离也发病，经过3摆采检才来确诊。另外一位是在南部对荷兰返来的台湾人，这2个人目前拢等咧治疗。台湾目前已经有47个病例，其中有17个人也已经拢好利啊。北部病院群组感染阁拓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个是国内头一个依赖群组感染的指标个案，第34个妇人人因后生，伊捌去病院甲顾，毋过2届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后来伊出现家扫的症状，第3届采检阳性才确诊，因为第34个仍然捌传染予一个清洁工，3个护理人员，第34个查某囝，还有共病房来陪伴的家属，共病房住院的患者了后，即马阁传染予伊20多岁后生，第四这件群组感染事件，人数增加到9个人。6号到8号之间有症状的时候，那是已经算是经过了一段的潜伏期以后，开始出现发病、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采检当然就是会有阳性的现象。若是另外新增加的一个确诊案例，是南部30多岁男性，伊伫咧3月初2到初5，甲2个同事去荷兰出差，返来了后3月初9出现小可发烧甲咳嗽。同一天叫医生看采检了后，确定治病，目前伫咧负压隔离病房。伊的2个同事是无症状。返国后，在3月9号有出现这个微烧跟这个干咳情形啊，所以在当天去就医。那个案因为有旅游史啊，所以院方就通报采检啊，那在今天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照这个确诊个案发病进前的活动数来判断，伫咧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悬，会进一步来追踪共回联机的旅客亲友，还有上班甲去看医生接触者的健康状况。目前累计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数量有47个，已经有17个人解除隔离，其他病况真稳定，继续住院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买喙安的问题，大也要来施行徛名买喙安制度2.0咯，确定在12，也就是这礼拜4会先来试办一礼拜，民众会当使用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凭证去网络平台注文，或者是用手机 App 健保快易通也是会使。若准人数伤过济，就爱抽扣啊，每一张订单民众爱负担7块的运费。喙安是名册网络订买超商提货，这礼拜4开始试营运，3月12到18开放一礼拜时间订买，民众透过健保卡也是自然人凭证登入平台，也是以手机健保快易通 APP 去买。3月19会收到简讯通知缴钱，3月26到4月初1用手机到超商提货，每一笔订单爱付7块的物流处理费。压力的测试有在升等哈，那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有1个礼拜你都可以来预约。那所以呢，假设这个来预约的人远多于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还是需要抽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订买时间有7天，要买的人若是比喙安的数量较侪，就要抽签，毋是先抢先赢。民众免先抢要买，网络购买原则甲实体通路同款，7天3个。伫网络买的民众7天内若是到实体通路买，插健保卡就发现买过了。如果能够都公平、公正、公开啊，那当然是没问题啊，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因为台北市几乎是它开卖1个小时就卖光了，那下班回来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方案对都会地区的人来讲是蛮方便的。这波网络试营运敢提供大人喙安，初步会使提供700万个，大约233万人份。指挥中心讲，订买量大，包装是一大挑战，会看试营运的情形，再过来调整。用伫网络买的消息发布了后，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7点钟内底，一日都6000人次登入注册，就出现闪退情形。上侪人的时阵，相当平常时流量的10倍。健保署表示，已经增加主机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感染者也已经要超过11万人咯，在第二严重的意大利也要超过9000人，死亡人数也超过460人。意大利政府伫初9宣布讲，对初10开始全国封城，唔但袂当旅游集会，甚至是骹球赛也爱先来暂停。为着阻止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国内拓开，意大利总理孔蒂初9宣布讲，2天前伫意大利北部实施的封城令会扩大到全国。并认为当地初10开始正式实施。Ci sarà più una zona rossa, non ci sarà più la zona 1 e la zona 2 della penisola. Ci sarà l'Italia, un'Italia zona protetta. 孔蒂强调，全国封城令会一直到4月初3。这段期间，全国6000万人除了工作、就医甲经济事件以外，禁止民众伫各区间耍电动。要处理城市民众爱先下载自主授权书，写处理城市原因，拄到检查时都要出示证明。未来火车头初9已经出现排队接受检查授权书的人。Obbligato dalla mia azienda a lavorare, quindi devo farlo tutti i giorni, da lunedì a venerdì. 意大利全国封城令期间，全国餐厅、酒吧营业时间是早起6点到暗时6点，日时营业时间要遵守人甲人之间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规定。夜店、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会关起来，禁止举行婚丧喜庆等仪式，包括宗教活动嘛，暂时取消。去感觉探视嘛，将取消。造成受刑人发动暴动，过程中上无已经造成6个受刑人死亡，探视家属嘛，强烈不管。另外，封城期间，商店营业赶快遵守人甲人维持1公尺的要求。大型购物中心甲市场假日拢关起来，嘛爱管制人数。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间超市。初9已经出现抢买明星不水的人。另外，意大利骹球甲国联赛冠军赛嘛宣布，为1915年爆发第一摆世界大战了后，头一摆取消。孔蒂呼吁抗疫非常时期，全国民众拢爱做出一定牺牲。世卫组织初9则是表示，真欢喜看到意大利扩大封城做法。We are encouraged that Italy is taking aggressive measures to contain its epidemic, and we hope that those measures prove effective in the coming days. 威尼斯的露天咖啡座已经差不多拢无人了，观光客一定爱坐贡多拉船，嘛停靠伫码头。米兰街头是人人清清，挂出民众明显增加。到底面对孔蒂所讲的意大利上黑暗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的总理下令要进行全国封城。咱的外交部表示，目前留伫意大利北部的台商学生甲侨胞大约有450人。不过，受到两国之间航班停飞限制，若准备来包机，恐惊会有困难。意大利疫情恶化，外交部在2月27已经宣布，意大利是红灯警示，呼吁台湾人避免进入已经列管的北部疫区。意大利初5起已经无台湾旅行团，不过即阵在意大利的台湾人，包括学生侨胞，大约有450人等个啊。如果有任何人需要离开的话，我们会提供他们选项。现在还是可以离开。那如果说要包机的话，在现阶段应该是有困难，因为意大利已经宣布跟台湾停航了。作为意大利代表处公告，意大利政府重新规定，台湾籍旅客应直接出境。不过，若是提居留证的台湾学生、台湾干部会受到管制，除非放弃居留权利。提台湾、意大利相残国籍也被看作意大利人，不用离境。除非有重大急难提出证明、签责任声明。另外，若是提咱国有效护照的旅客、侨民学生，在新军区各国转机，也是以观光事由免新军签证台务等，暂时无受影响。民众坐飞机时，由各国对意大利出发的班机旅客规定无同。提醒应该向航空公司确认，以免防外债也是遣返。我们是呼吁国人，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话，是要尽速离境的哦。不过，一个在9号顺利离境的旅客吴小姐讲，因为意大利封城令宣布伤赶，家己顺利出关了后，发现后壁大约30多位中国籍民众，因为持有居留证被限制出境。要一个台湾留学生，最后是放弃居留证，才法度顺利来离开。朋友他是因为说他是交换学生，海关问他说你要放弃居留，你放弃你才可以出境。现在的大众运输、公车、火车也照跑。意大利政府他们发布讯息的时候非常的模糊，就是政府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也搞不太清楚。
不过，由意大利当地侨胞讲，除非要去别个省份，若无伫当地米兰城市内底大众交通运输依然正常，路会看到警察随机来检查。不过也讲，意大利当局的封城消息是真混乱，应该是加强管制。临时用封城这个讲法会引起惊吓。记者自鸿报道。讲到留伫乌北武汉的台湾人所等待的第二批包机，总算有结果了。根据了解，这批大约有400个台湾人，因为坐华航加东方航空登来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华航包机也已经出发了，也强调讲包机的原则是入籍优先、检疫优先。华航是只空中巴士 A330-300型客机，正伫桃园机场准备，防护衫吹暗只检疫物资也装起哩飞机。检疫官、医护人员陆续登机，中昼点外起飞去中国武汉，要将留伫当地台湾人接回来。华航的飞机也刚刚起飞了，去的主要是4位医师，那9位护理人员，那4位医师里面包含了1位我们的领队，包含1位检疫的医师，包含1位小儿科医师，包含1位妇产科的医师。陈时中指出，包机原则是入籍优先、检疫优先。今日起做第2批包机，先由华航载医护人员去武汉协助检疫，搁接回台湾人。7暗时到桃园机场。另外一批台湾人是坐东方航空，按算11透早登来台湾。登台湾人员包含台湾提供111名优先名单，9位以后先伫机坪检疫，搁送去检疫地点隔离。陈时中指出，2班包机会过3点钟，爱一只飞行机到位先起落飞行机了后，第2班包机才会过来。每天有3000的这样的一个裁剪的量能，那持续我们也在扩张中。那这样我们接纳的容量是可以比较大一点，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4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专机。北京这摆发会，爱两岸各退一步的前总统马英九对第2批包机肯定政府做法，按过学者说认为，中国允准台湾检疫人员过去，看起是让步，按过也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那就等同于容许我们在登机前由我们的人自己来做检疫。那你说是中国大陆方面的让步，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讲，卫福部也提心吊胆。2批包机加时间有5个月，为是毋是撤销包机的名机到双方的防疫压力，抑个是毋是赶伫春节假班机的时间内，双方互信无够，各自拼场，真盼有共识。那第2批包机顺利完成，第3批包机接回留伫武汉600多人，都机会成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透早去到疫情上界严重的乌北武汉视察防疫的工作，头一站就去到火神山病院，落尾去到社区关心防隔离的民众。不过为着要避免互民众甲抗击，每一户拢派2个警察伫咧顾，就是要互因国家的头人视察顺利。中国官方认定疫情已经较稳定了后，国家主席习近平车备坐飞行机飞去乌北武汉来视察防疫工作，引起各界关心。伊打落飞行机就去火神山病院了解病院运作、医护人员防护保障等等，嘛透过视讯来慰问精选医疗人员甲住院患者。习近平阁来去东湖新社社区探望强居家隔离的社区民众，受到大家欢迎。伊规个过程拢笑眯眯，甲民众开讲，嘛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感谢。好，你们辛苦了。毋过副总理孙春兰初5去武汉其他社区颠倒去民众抗议是伫表演，那就为着避免意外，搁一届来发生。中国电信 BC 就标出官方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每一户安排2个穿防护衫的警察伫遐，而且搁有送米、猪肉等等的民生物资，保证习近平视察顺利。根据中国卫健委初9上新疫情的状况，过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降到19例，比前一天确诊40例减少一半。毋过也是有19个乌北确诊患者死亡。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向好。3月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20例以下。湖北除武汉外，已连续5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国务院是为着帮助产业农户赶紧恢复生产力，提出小额信贷政策，针对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照起工行情的人，会当延期半年，未留下不良贷款的记录。若是伫咧武汉专门收治轻症患者的14间方舱病院，自开始以来救超过12000个患者，武汉每4个患者内底都有一个捌大过。车站对外正式宣布，全部关起来休仓。记者综合报道。日前返来台湾的血友病少年囡仔甲伊的妈妈，经过14天的隔离，在今日透早也改进度。伊的亲戚朋友也随家接登高雄，不过一对母仔囝唔愿意面对媒体，敢若用批信对各界援助表示感谢。感谢所有卫福人员贴心的照顾。手提血友病少年家母仔囝亲手写的批，顶头各有画2粒心。北区检疫所指挥官代替母仔囝2个人表达这段时间针对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隔离所外口真侪媒体伫咧等待，选择用亲手写批来回应。母仔囝2个人伫咧早起8点50分左右，亲人送因到高雄。当然是比较轻松一点啦，在大陆是担心他被感染了，除非你自己在大陆已经有感染了，那你再回到台湾几乎是阻隔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啦。今年1月初，14岁血友病少年家甲伊妈妈去武汉探亲，毋过因为疫情开始拖，武汉向宣布封城。但是，这个囡仔逐礼拜拢爱煮药啊，迄当阵妈妈敢若剩3舍，面对断药的危机，迄当阵佫无坐到第一帮包机返来台湾，落尾药啊，佫要透过当地代商来转送，一直到尾啊。因为武汉向宣布封城半解除，母仔囝2个人拄四川成都坐飞机返来台湾，经过采检了后是阴性，即马佫经过14天的隔离时间，总算会当登去高雄的处理。在那没有医护资源的时候，妈妈都练习会跟小朋友打针。好，妈妈完全不是这个医护的背景，她说她在练习这些自己开始先从自己扎起啊。因为血友病少年家的妈妈捌因为政府干是要派专机，佫有血友病少年家国籍问题引起争议，却有网友攻击。伊原本已经甲面册关起来，顶一日佫重新拍开，不离佫强调讲会针对放风写抹黑白讲的人会收集证据，而且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若是敢要告网友，暂时无回应。另外，北区检疫所指挥官表示，血友病少年家母仔囝2个人的体温和吸毒的状况真好，但是也是佫需要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后个月就是清明路。国内有专家也提出警告讲，到时会有真侪台商会对中港澳地区返来到台湾陪帮，其中若有准有人甲病毒炸转来，可能会互武汉肺炎的疫情这个防疫规个破功。清明随要到啊，国内有专家提出警告，武汉肺炎防疫会面临重大挑战，因为可能有真侪对中港澳返来台湾陪帮的人，若是有轻症也是无症状患者，难伫内底，伊佫无落实大肆暗加检查，可能会互社区传播风险大大增加。你根本不知道随便进来一个旅客是不是就是一个轻症或无症状的人，那他就会进入我们的社区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防护措施是要一路落实到疫情走下坡为止。若爱防堵中国移入可能病例，嘛爱防止其他国家境外移入造成第2波疫情。专家讲，亚洲地区亲像日本、韩国，欧美地区亲像意大利、美国这些国家，最近的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台湾伫未用所国情况下，因为爱想办法加防线收掉咧。欧洲、意大利个案很多，其实一大堆国家也都有个案了哈。然后中东、伊朗目前是个大问题，其实其他国家说不定也都开始陆陆续续有个案。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一个往上跑的一个阶段。而这波疫情什么时阵会落来？中国大陆防疫专家钟南山有讲，全球疫情至少会拖到6月。不过，咱国专家却是无这么乐观，因为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即阵正向南半球这国家拓开，已经有流感化情形。爱等到疫苗也是治疗药物出现了后，疫情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关系，民众无爱坐公车。伫台北地区的公车业者表示，最近旅客拢有伫咧检，特别是去到观光区的是检要到一半。业者当日拍算讲，要向政府申请减少车帮。另外，台北市的观光巴士因为真侪车抓拢无人坐，也甲直接改到剩一半，敢若剩12帮尔。
欧美港澳甲新南向旅客拢真介意的台北市双田观光巴士，顶个月底出现一天6班车，载客率拢挂零记录。业者已经向台北市公车处申请试办减班得到允准，为一天14班降为12班，但疫情较好过调整。主要考量到这个外国旅客入境的部分也比较少，那他们目前已经有来去做一个申请这个调降班次的一个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去同意他来去做一个试办处理。公运处也证实，接到市区公车业者反映，市区公车运量受疫情影响，通勤路线差不多少1成5，观光路线亲像经过西门町、高雄甲9份往来台北市，路线旅客少5成。台铁也估算，所来去的清明连续假期运量可能少2成。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大概旅客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意愿会稍微降低，所以我们整体的运能跟往年比较。应该是符合旅客的需求，也不会像往常有拥挤的情况发生。台铁伫清明加开166班的班车，伫南港站装红外线一显像仪，若体温超过37度5的旅客，会以度检过7排卡出医院发烧协助看医生，过提供喙安。交通部也禁止爱居家检疫者入境后，坐大众交通工具转去，除了亲友接送以外，应坐客人车、租车业者造成防疫车队。礼拜3起，若是违反规定，会发新台票10万到10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成大病院发生开刀房凶杀案，迄个时阵有一个体外循环师林光宇，伊夜倒甲2位同事抬着伤，一审判伊爱关1年，2审该判关2年10个月。林光宇本人对判决感觉真失望，成大病院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成大病院伫咧2018年9月28日开刀房发生甲人抬着伤的案件，迄当阵是心脏外科的体外循环师林光宇举刀甲社大的女组长甲细后的医生拄着伤，一审以伤害罪甲医疗法判刑1档，毋过2审台南高分院该外杀人未遂案判刑2年10个月。被告持蝴蝶刀的利器，共猛刺被害人重要部位达7刀，而且经过在场的医生阻止，仍然朝被害人的重要部位猛刺，所以本院认为被告确实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医方认为讲林光宇伫咧主观上是超故意杀害被害人，所以撤销一审认定的伤害罪。若是林光宇是讲家己的犯罪动机是长期伫咧上班去互霸凌，毋过经过调查无实际证据。2审被以杀人未遂起诉，但是心里是蛮失望的，然后可以去和律师再讨论看后续怎么处理。对于这样的结果，护士工会非常的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支持就是林光宇上诉，因为我们认为不管在一审或者是监察院或者是工程会，都很清楚明确的认定是有职场霸凌案。林光宇亲身来法庭，针对判决结果感觉真失望。伊伫咧去年11月份复职了后，去往派去成大病院到6分院。成大病院发布新闻稿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若是林光宇未来业务会维持工作压力较轻的医术行政业务，袂因为判决转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头先来关心日本的疫情。在日本的兵库县街上发生病院群聚感染，也让日本的感染人数超过1200人。日本政府也搁在扩大限制入境限制，禁止去过意大利北部的民众入境日本。另外，在南韩也已经超过7500人受到感染，甚至在首尔有一间人客服务中心也发生群聚感染啊。顶下卡员工挂喙暗排队等待接受检疫，南韩首尔一间电话客户服务中心的员工爆发群聚感染，确定为着职员加上相关人员至少60个人，和首尔市府紧急对规栋大楼的职员进行检疫。 이제 엘리베이터가 총 2개가 있는데 짝수 홀수로 나눠서 이제 운영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저는 이제 같은 홀수층을 이제 사용하던 7층의 근무자고요. 지난 한 달간 엘리베이터에 손소독제가 비치되어 있던 적이 없고 무엇보다도 콜센터에서 근무하는 인원들이 출근 시간과 퇴근 시간이 모두 같다는 점에서
爆发感染的所在伫大楼的11楼，为初时开始就陆续有职员确诊胃着，目前规栋大楼已经封锁进行消毒，嘛对共楼的150外个员工采检。南韩政府分析，全球疫情发现死亡率较悬的拢是老大人，其中查甫人的死亡率较悬。目前南韩有底要一半的患者年岁拢伫40岁以下，后疫情的指数就较低。 그다음에 그 인구 분포를 보면은 중국에 비해서는 젊은 연령의 인구가 좀 많은 것이 사망률이 낮은 가능성도 있는 걸로 저희가 판단이 됩니다. 来看日本的疫情，初到暗时，并可以迄日真会病院继续爆发病院内感染。一名50多岁护理师伫初次确诊，初早阁有40多岁护理师甲60多岁病人胃着，这些病人拢伫同一栋建筑工课，所以怀疑可能是病院内感染。另外，受到疫情影响，日本职业野球的开幕比赛本地伫20号举行，延期到4月中。东京奥运虽然无要停办，也毋过奥运盛会会伫20号到日本。伫公社的欢迎仪式参加人数会为1000人减少到250个人，而且伫26号为福岛开始团盛会的时阵，会继续观众伫现场看。目前日本政府嘛伫计划第2波的经济应对策略，会先禁止意大利北部，也是最近捌去过迄边的人入境日本。这嘛是日本头一届对欧洲国家实施入境限制。 为15号开始，卖禁止网络登媒催案，违法的人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100万日票以下罚款。另外，日本内阁初查通过了紧急状态宣言的法案，11号会请入众议院审理，北平13号通过，14号开始实施。 若是北韩进前宣布解除隔离的措施，互真侪国家的外交官坐飞行机撤离到俄罗斯海参崴的大使馆，各个伫北韩的大使馆嘛为初9开始暂时关闭。记者连上报道。 讲到邮轮至尊公主号，初9也得到允准，会当停入去奥克兰的港口，互几只船大约有3500个人会当落船。另外，也有2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有先自我隔离，却因为总统川有捌甲因接触过，敢有进行体检，大家也真关心。 Oh, this is gonna feel so good to go outside. Look at that, yes! Oh my gosh, look at me out here! 至尊公主号的乘客接到消息，邮轮登陆去旧金山湾区，而且接到允准停靠伫奥克兰港。岸边已经搭平影，上少有5台救护车待命。官员表示，会选择奥克兰港是因为离机场甲隔离的军事基地较近。 邮轮顶悬有来自54个国家，大约3500人。目前已经知影，至尊公主号有21个人确诊，其中19个人是工作人员，2个人是乘客。考看了后，乘客会陆续照身体健康状况，互引导分流去各地隔离甲检疫。譬如讲，加州的州民会互送去附近的隔离区，北州的州民会互送去德州、乔治亚州的军事基地。外国的乘客会由该国的政府家己带转去。 若是身体无爽快，有相关症状的病患，就要留伫船顶。1100个工作人员嘛会伫船顶检疫、隔离也是治疗。等甲所有应该落船的人拢离开了后，至尊公主号就会赶紧离开，互安排去旧金山湾外口一个无公开的地点隔离2礼拜。美国卫生官员嘛已经宣布，毋通搁坐邮轮。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甲2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佛州的麦德盖坎甲乔治亚州的柯林斯近距离接触。2个议員捌伫一個會議頂懸，甲後來互診斷較近的病患接觸過。 I have not been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Has the president? Has the president been tested? He's been in contact with people who were in proximity to somebody who had the virus. Let me be sure and get you an answer. We will get you an answer from the White House. 紐約州為了減壓疫情，紐約市長白思豪呼籲企業主在情形穩準的狀況之下，互員工佇厝內做工課。 Allow more employees to telecommute because we simply want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on mass transit. 纽约的大众运输系统嘛有官员确诊，州长科莫公布纽约州甲纽泽西州的港务管理局局长瑞克·科顿确诊。科顿捌去甘乃迪国际机场视察，可能是因为安尼来感染到，目前伫厝自主隔离。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蒙古也下令封城6天。另外，在以色列也是爱施行入境的人就要隔离14天。另外，伫英国也拍算讲要来严格执行，除了会取消大型活动，甚至是停课以外，甚至也有呼吸道症头的患者就直接该隔离。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球，各国拢伫防堵疫情。 蒙古初查通报，境内头一个患者是一个对莫斯科转机入境的法国人。当局赶紧下令，各城市封闭6天，民众无应出入。首都乌兰巴托甲各省中心区一路采取隔离措施来阻止疫情。
以色列政府是伫初九暗时宣布锁国政策，对10日起无差别对外国入境者实施14天隔离措施，会先实施2礼拜，同时也尽量卖互国内经济受到影响。 כל מי שיגיע לישראל מחו"ל ייכנס לבידוד של 14 יום. זו החלטה קשה, אבל היא חיונית כדי לשמור על בריאות הציבור, ובריאות הציבור קודמת לפני הכל. 法国文化部长办公室初九暗时发出声明，讲部长李斯特确定患着武汉肺炎，不过身体情形良好，即阵是伫巴黎厝内底。英国首相强生证实，随着疫情一直上升，会准备进一步来提升国内防疫层级，包括宣布禁止大型活动，也是停课。 We should move to a situation where we say everybody who has even mino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or a fever should be self-isolating for 7 days afterwards. 年之前，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一间饭店证实有一个意大利医师为着武汉肺炎了后遭到封锁，初12礼拜隔离期将结束，饭店内底游客有时来庆祝。 Relieved that at last we're going to get to go home, but we cannot thank the people here enough. They have been absolutely fantastic. They've looked after us very, very well. 武汉肺炎拖到全球超过100个，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直也无宣布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的阶段。秘书长谭德赛只是讲，大流行的威胁是非常的真实。The threat of a pandemic has become very real. But it would be the first pandemic in history that could be controlled. 谭德赛指出，全球病例数93%集中在4个国家，呼吁所有国家拢要采取综合的做法，阻止这项致死的疾病来摊开。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徛名买喙暗制度2点0，是利用网络注文便利商店领货方式。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利用网络去订货上界利便，透过便利商店分流会进行系统试验。行政院政委唐凤表示，以后每礼拜四拢会更新版本。 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为着要互上班无时间来排队买喙炎的人有搁较侪机会来买到喙炎，行政院拜通过喙炎2点0会采网络预购超商提货。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咧人民册公布一段应用喙炎2点0下部会会议的影片。苏贞昌伫咧会议内底坦白讲，家己是外行，毋过伫咧喙炎2点0的政策面顶，绝对尊重专业。这一次我是特别来听，但是听不懂啊，正因为不用懂，才要拜托你们。 不敢外行讲内行，如果各位有什么要求，希望行政院做的，那我就不能答应了。苏贞昌强调，讲喙炎徛名制2点0要开始进程，真侪工程师、业者、幕僚、治安人员拢伫咧第一线测试调整系统，各部会公务员嘛一直调开会机，协调物流甲付钱机制，希望讲会到赶紧完成购买机制。政务委员唐凤强调讲，苏贞昌采时目标是拜四开始，打开始功能未真完整，毋过了后的每一个拜四拢会换新修正。 当然，周四上线的时候，大概它的功能不会是最完整的功能。那接下来就会是每一周，反正就每一个周四的时候，是有上版的空间。也涉及到个人资料保护的一些问题，它包括我们治安人凭证，或者是我们用健保卡的这个方式啊。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强调，讲压力测试的第一阶段，像演唱会、售票，后手阁需要转钱，金流嘛需要压力测试，甚至是超商配货分装嘛，拢爱到位。网络族群的使用者真济，行政院这几工拢伫咧做压力测试，希望讲系统到时阵会当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来台湾表演的澳洲音乐家去对着武汉肺炎，台湾这边的国家交响乐团总监卢小嘉在今仔日也发表公开信，认为讲造成社会惊吓，要甲社会大众会实的。澳洲音乐家布莱特·迪恩2月底到3月初伫国家音乐厅公开表演，不过返去澳洲了后，才确诊患着武汉肺炎，影响145个人爱居家隔离。 国家交响乐团的总监卢小嘉初10伫人民册发表公开批表示，经过即届的事件，伊亲身体验到肺炎甲咱的距离原来是遮尔啊近。即届的事件造成社会大众的惊吓，伊对大众是感觉真失礼。致上最深的歉意。从
事情结束后，我们也做了整体的探讨跟检讨。那确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公开批内底嘛有讲到，伫一个较幼路的处理，因确实看清病毒的严重性，部分的措施做了无够完整，也若有啥物流程爱检讨的，国家高响乐团是无加说明。第一时间是先对于所有受影响人的安顿，那这个部分整理之后，我们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迪恩伫台湾的时阵就已经有证状，伫国家音乐厅做伙演出的音乐家，包括台湾艺术大学等等3间学校，相关上课的课程暂停，而且布莱特迪恩初期嘛发表文章，对台湾音乐家的关心表示感谢。不过迪恩嘛表示，伫台湾排练的期间，伊有去看医生，迄个时阵医生有开药啊，不过甲伊讲无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台湾的医疗机构嘛无对伊采取搁较侪的措施。迪恩表示，一直到伊转去澳洲，进一步要求体检才确诊。迪恩嘛希望透过伊的分享，大家会当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伫礼拜一，全世界股市总盘，过长天美股4大指数也拢跌超过7%，也随启动暂停交易15分钟，这也是23年来头摆施行的熔断机制。受到美国影响，台股在今日开盘就是开价走低。不过，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伊也出来发声讲，强调国内的防疫是做甲真好，请大家要有信心。美股4大指数崩山，尤其道琼指数落超过2000点，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上歹的表现。美股标普500指数甚至暂停交易15分钟，触发熔断机制。这是美股23年来头一届触发，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投资人冷静，避免大盘跌到底。The worst news is coming right now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il price drop and the coronavirus. You know, kind of the coronavirus is going to be an ongoing shock. 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美国连续大落。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时间8日暗紧急召开记者会，讲会甲国会调野的头人会面，提出薪水所得税减免，嘛会对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提供实际性的纾困措施。Tomorrow to talk about various things that we're doing economically. They'll be very major, including obviously the payroll tax cut. And so we'll be meeting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受到美股大落的影响，台股透早开盘虽反应利空，开价行价，盘中捌跌超过100点。内底投资的散户讲，最近投资台股是了解喜利的。我觉得会再破连线，继续跌，可能会再跌500点以上。我做到8位数字，不止1成、1-2成的应该有哦。不过，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处长黄清华开盘进前信心化为有效，加上8大公股行库、券商买超加持，落尾台股中场收伫11003点，起25点，成交量2050亿。分析师表示，美国期指伫落2趴了后，已经陆续救转来，嘛是台股变红观察的指标。其实，毋若台股、亚股嘛差不多拢无搁起，包括日经指数开盘大落了后，下晡就落较少，收盘是起0.85%。南韩综合指数嘛起0.42%，中国上证指数起1.82%。伫咧美国政府公布要推出纾困方案了后，利多加持，亚股成功为乌变红。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普悠玛冰车事故造成1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检察院在今仔日单核铁路局前局长、机务处前副处长、加综合调度所的所长，认定这3个人失职。不过代替表示，目前也未收到单核公文，也尊重检察院决定。2018年10月2日，普悠玛列车败尾事故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检察院查找认定代替局前局长陆吉新、机务处前副处长刘灿宏，也有综合调度所的所长吴英钦3个人，因为无把 ATP 紧急防护装置列入验收的项目，也无善尽督导的责任，认为失职的事实真明确，以11比0的票数通过这3个人的弹劾案。整个的验收跟这个程序上呢，都由这个副处长来审定、同意并结刑哈，所以我们追究这个副处长。
检察院经过审查了后，判定普悠玛败马原因包括列车碰扑出现异常的状况，列车超速防护的系统 ATP 去互关掉，也有管端监视系统无连线。监察委员李贵德指出，代志发生之前，其实代替 ATP 故障去互登记的记录就有631个，即期代替长年以来对列车安全系统的保养也有检测的工作拢无重视，对这件代志代替也做出回应。他如果说有故障或者关闭的话，那调度所这边它本身的机器如果有连线的话，它也要发出警讯，通知驾驶员你不能关嘛，都没有处理，都没有处理。我们都有行政院有成立一个那个改善的那个小组嘛，就是要我们台铁局有一个那个改善进度。好，他们是由行政院交通部铁道局督导的，好，就是台铁的体制改善的一个进度。针对弹劾案，台铁表示，即阵也无接到正式的公文书，不过会尊重监察院的决定。调查本案的监察委员陈庆财是认为，台铁人力也有经费不够，并不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认为台铁应该要加强内部的管理，也有设备安全维护的工作，才袂互同款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前立委洪志阳顶日去互尤锡坤院长找去做立法院的机要顾问，今仔日伊也北上来报道，外界也伫咧议论讲尤院长是咧任用私人。不过洪志阳也回应讲，无论用什么款的身份倒转来，拢会用材料来证明。无党籍前立委洪志阳得到立法院长尤锡坤的邀约，出任立法院机要顾问。初十是上班的第一天，伊以新的造型出现，并对外界质疑伊只有适当的立委资历，就会当摕到逐个月12万的高薪，批评伊是摕高薪水的花干仔。对此，洪志阳正面回应：我非常感谢这个院长，我愿意给使用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被称为酬庸的标签。我想。这个工作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协助院长哦。那不管是整个对外界的一个沟通，或是在院内的一些议事的一些协调等等的。洪志阳后任是靠洪赛德冠定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子弟兵的关系，才摕到立法院顾问的职位。强调是尤锡坤本人和伊讲的，认为两个人会当互补，所以认真思考一礼拜外决定接这份工作。即摆用无共的身份登去立法院，后一步是要加入民进党，也是要拼后届台中立委的选举。目前我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现行这个工作把它做好。那其他部分其实我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划。洪志阳表示，立法院是国家上悬的民意机关，不管是用什么身份，拢是真认真，而且强调台湾是一个有民主自由、佮有多元声音的社会，对无同意见拢会谦卑的听。目前上重要的是，把任内的工作做好，证明给大家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日啊，中部以北拢伫咧落雨，水利署也趁机会烧2摆的绿石花，协助水汽变雨水。真侪水库也有趁到机会，甲雨水捡起来。水利署也表示讲，即阵雨水互中部以北的水库低1600万吨的水，平常时啊要用的水到5月底拢无问题。地面阵阵的白烟，天顶的雨势愈来愈大。苗栗明德水库的工作人员利用半暝啊烧2支绿化炭腌制，想要趁这波方面增加落雨的量。同时进行人工催化，也有中北部几个水库的集水区。为把握方面来机会，工作人员就规暝观察，找到暗时9点外，甲初10透早点外，分别实施2波净雨作业。以苗栗明德水库来讲，到初10中昼已经增加29万吨的水量。封面它是会移动的嘛，那我们只要天气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点这个烟剂，让它能够凝结水汽，然后尽量能够降在集水区，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成效啦。但其实这个要看天候的状况。亲像北部的翡翠水库，进水量为107.3到128万立方公尺；中部的明德鲤鱼潭拢有明显的积水。前一阵啊，特别见底的无声水库也为6.8万，已经有11.6万立方公尺。甲初10中昼翡翠水库调水量将近8成，苗栗明德甲鲤鱼潭拢5成，无声甲闸门水库也增加不少。民生及产业用水，到5月底之前都能够获得。这个供水，从今年的降雨来看的话，它跟往年的平均也为偏少了一点。不过因为
我们现在目前水库的这个蓄水量都还跟往年相比都还算属于正常。水利署表示，这波落雨为中部以北水库带来总共1600万吨的水量，明星用水到5月底进前拢无问题。落雨相对较少的南部，应透过减水灌溉甲区域调度分配水资源，也看情形搁做人工催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疫，大家是步数进展。亲像台电机系又开发一台防疫1号，就是甲传统的车头镀件改咧，成本只要是3000通块，而且唔免人工操作，就会当自动甲人磅体温。去台电子学院无按外线感测器，也免人斗3共量体温，全靠这台非接触式自动量下温装置防疫1号。比一声为反射镜看到下头温度无超过37度5，手顺势感应酒精完成清洁过程5到7秒，是电机系技正刘正新博士所设计，利用红外线感应是毋是有人赶紧启动量下温，运用电工知识装置电源，一台无充电功能的装置只要3400多块。那个额温枪是比较适合就是手握式的，做温度警示的设定啊，如果超过警报的话，它就会声音不一样。这张设计图公开伫学院甲系上的网络，已经接到10多通的电话。电机系主任吴忠志讲，这波疫情伫真侪所在，拢需要一寡电机技术的发明甲卡数。现在因为大家都怕接触这个接触那个，那就用这种非接触式的凌空，你就可以按电梯的点选楼层等等等等，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技术，是我想电机资讯的技术都可以发挥进来的。金厂商导致量产进程，这装置会利用伫电机系个人申请自家笔试顶悬。考生一进来的这个我们会就是利用各种装置先做这个额温的这个量测啦那希望就是如果是有感染之余的这个同学，我们会有特殊的这个场地让他应考电子学院指出，未来也可能利用物联网技术，收集量测数据进行后端处理，升级为防疫字号。这学期也开专案课程或者是期末专题，来提升学生的实作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互头一线的儿少照顾机构真紧张。亲像高雄的孤儿院，虽然因无欠防疫物资，不过院长也烦恼讲，万不因若出现爱确诊，而且是爱隔离，恐怕有真侪人拢爱做伙防隔离，有可能会直接防院，想都唔敢想咧。不管是上台表演，或者是骑脚踏车宽台，这阵住伫幼儿园的囡仔，受院内老师社工的照顾，生活有避风港。啊，不过这波武汉肺炎疫情，互院方真紧张。虽然防疫物资无欠缺，啊，不过一想到照顾人力这么严，万一有人确诊，院长讲影响大家唔敢去想。如果他是确诊，他旁边周围接触到的这些老师啦，或者是同小家的这院童，也通通要隔离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被封院。那这样被封院的情况下，其实都不敢想象。40个安置机构决定结名，7月下晡举行联名成立大会。理事长吴小平表示，大部分的离校安置机构过团体生活，照顾者爱24小时轮班，目前拢面临人力无够的问题，人无够搁歹找。万一发生疫情，这摆政府通过纾困特别条例，各将因排除在外。应该是被隔离，我才是不能上班。但是安置机构的第一线的照顾者被发自主健康管理就不能上班。但是呢，我们也不适用所谓的这个纾困条例。吴小平表示，所有离校安置机构即马拢是伫备战的情形，部分机构防疫物资无够，另外一大温忧是隔离空间无够。万一有人确诊，其他人恐惊真歹做到一人一室隔离，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赶紧协助安排其他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轮背有一间观音妈庙，在地流传一种仪式，或者是拔米箩。村民透过拔米箩来判断今年的收成敢有好，而且这个仪式也已经流传百年。因也希望讲，把这个活动列做无形文化资产，让文化继续流传落去。把米箩带来迄过庙的厝顶，若是米箩落地时阵是徛正正，就代表今年的农作物会大丰收。
云林仑背乡水班头社区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拔米螺。在地村民会根据米螺倒向倒一边来判断今年的作物收成是好也是歹。到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我嘛歹讲啦，迄种我讲的手头甲呾。是心里讲吼，咱今年冬的种作是要种什么物件较好拔，拔讲今年冬的收成好也有歹。过去因为科技无遐进步，所以老一辈农民就会拔米螺来称示神明。虽然讲即马已经有气象预报，但是拔米螺已经成做水班头社区居民的习惯，嘛是地方特有的文化。也毋过嘛是因为时代的转变，有的少年人已经无信这套，甚至连这挂米螺拢已经用足久，拢歹去啊。村民只好家己修理，加用一冬算一冬。到这拼的时候，大部分这顺序你像2届好用啦，开了，阮就爱搁加强，搁搁补上去啊。为着把这个特殊的文化保存落来，彰县市已经甲县府提报，希望把这个活动列做无形文化资产。嘛透过举办活动，互更较侪人来体验，希望会当互拔米螺这项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特别出来的梅仔，有人讲唔嘛，也有人讲梅仔。不过，伫台东的唔嘛已经3年拢欠收了。本地讲无风台去吞大，产量应该袂歹。却因为天气受过热，梅仔花拢冷气，真歹调果。台东县政府也表示讲，农民会当甲公所报告灾害状况，请求再生调查。台东县差不多有买我700家梅仔园，逐当3月就通豆豆收成。3年来，梅仔的采收状况真歹。原地种梅仔的人，阁想讲旧年无风台，今年梅仔就会大出。毋过农民来到园里，才发觉梅仔要细细粒啊，而且逐丛价格嘛只会当收50斤，差不多是过去的2成。看起来农民阁要失望啊！哦，看这个可能2成到3成的，以前都是几乎。整个梅子树都是结果累累啊！如果要结果的话，你碰到下雨的时候就完蛋了。农民讲，其实今年梅花开甲真好，毋过今年拄好拄着雨水高，气温阁悬，梅花拢拍甲打冷气啊。就算有高分嘛，无完全，互梅仔落个规头卡。今年是直接在树上，就是像我们在晒梅花干这样子，就在树上就干掉。梅仔的收成需要大量人工，农民讲今年的状况，若准备采收，就一定会了钱。台东县政府表示讲，农民会当向乡镇公所申报进行调查，毋过敢通争取到天然灾的救助，这就要等农委会去看了后才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的关武山庄有一丛80年的樱花树，这丛也红叫做雾社樱王。这丛樱花树目前的花蕊是召开，想要收获民众就爱趁机花去，因为只有3礼拜尔。规大片纯白花蕊伫樱花树仔顶悬开甲甜甜甜，看起来是真有气氛。这是云林县关武森林游乐园，即马是武汉肺炎的期间，民众出去佚佗，大部分拢会经室外，所以才无论是平常时啊，还是假日，拢会请真侪游客来佚佗。这边空气好啊，然后刚好就是樱花开这样子，对。就比较不会怕肺炎。会，对，不会。今年开的还蛮茂密的，而且第一次看到这种洁白色的樱花，非常的漂亮。雾社樱是台湾特有种，上早伫雾社去互发现，所以就用雾社来号名。其中是关武这丛上界出名，树仔有14公尺悬，树龄上少有80年，所以常常互叫做雾社樱王。花期差不多1个礼拜就开始了，可是假如像这个天气可以到3个礼拜、4个礼拜。我们这个是对林务局 OT 案的譬如说这棵树，假如我们没有跟它看好、照顾好，要赔270万。还有旁边那一棵叉树啊，台湾叉树那也是国宝级的，它是我要赔97万，就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所以说我对这棵树每天都跟它祈祷要好好的今年花况真的特别好。新竹林区管理处表示，园区已经专门加强防疫的工作，大家拢会对环境进行清洁、甲消毒的作业。目前正入樱花大开的时阵，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赶紧把握未来3礼拜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学台语当着时，讲台语轻松个趣味。公司台语台甲华视来合作，推出新的台语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邀请艺人用台语出外景，挑战进步国的演地剧，而且拢有台语顾问在边仔指导，咱也赶紧做伙来学台语。
有想要甲杀等于无？少年艺人厝外景专程讲台语，接受任务挑战。虽然有一寡人台语讲了无遮尔认真，不过边仔有专业的台语顾问随时指导，要让正确的台语会使融入生活。这是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同齐合作推出的台语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希望透过这种新式佮趣味的方式，鼓励愈侪人同齐学上界文雅的台语。用欢喜的方式吼，艺人吼，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嘛是你家己训练的，总有老师吼伫边仔有通甲你纠正吼，伊会甲你讲上水上优雅的台语。台语我上赞，毋但有做图册、优配即寡外景的实景任务，会当了解在地文化，也邀请来宾用台语来扮演短剧。台语老师佫会提供正确的用词，要带观众对日常生活开始学台语，深入了解台语的文化内涵。咱的节目呢，其实足趣味的，毋但是演戏尔，咱佫有出外景。节目内容别出心裁，公司台语台台长卢东喜讲，希望大家会使对节目中轻松学台语，介意台语文化，互台语成做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来看台语我上赞，台语斗阵学上界赞。记者李定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的，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印度看因的节气，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